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3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发生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去年台视铁路警察凶手发现认定凶手有精神障碍，一审判无罪，家属甲警政署长拢无得接受。台湾连续5天无确诊病例，指挥中心也宣布启动防疫新生活活动。另外，台湾驻法国代表处有人治病，目前也等在隔离。台南永康有一间水암工厂，无老实甲水암全部交予政府，却伫网络卖关价赚恶心钱。在去年7月发生铁路警察防台视的悲剧，在今仔早起，嘉义的地方法院进行宣判，合议庭认为姓郑的被告有伫犯案了后精神障碍，无法分辨家己的行为已经违法啦，因此判伊无罪。不过需要强制就医5年，而且用50万交保。面对着这款的判决，唔但家属真歹接受，就连警政署长陈家钦也表示讲，安尼判决会影响到警察的士气。但而家当初想的差距真差足多。铁路警察李成汉的爸母听完判决了后，行出嘉义地方法院，心情是真沉重。去年7月，因后生咧值班的时阵，协助处理补票的纠纷，去互姓郑的男性提刀攻击，伤重来死亡。31审宣判被告无罪，互家属是无法度接受。我就确定了，真正叫法官啊，真正。真的那么多人对哦？爱插入地啦，爱插入地就对啊，伊拢无啊。伊就规定甲迄个拢信任迄个鉴定的精神医师啊。姓郑被告会防判无罪，合议庭是认为讲，被告为民国90年开始，因为思觉失调症去看医生，99年确诊。不过后来伊家己停药啊，伫咧案件发生之前就已经有精神的状况，认为有人要陷害伊，诈领保险金。透过病院的精神鉴定，嘛认定被告伫咧案件发生的时阵是发病的状态，无法度辨识行为有违法，符合免责的规定。虽然认定有杀害远景的行为，但是因为行为时有精神障碍，不能辨识和理解自己的行为，所以依刑法第19条规定判处无罪。但是被告必须接受5年的强制监护处分。也就是被告在这5年之中必须住院强制就医。这个判决嘛引起警界的批评，警政署长陈家钦去铁路警察局的台北分驻所，甲基层的铁路警察鼓励，嘛讲会甲点击来反映，而且建议修正刑法，定出保护警察的专款。第一线基层的铁路警察嘛希望相关的单位会当继续上诉。内心非常的沉重，也非常的愤怒，严重的打击我们警察执法的士气。刑法要定保护我们同仁安全的专款，那对这些突袭警察、攻击警察、杀警的这些嫌犯，要有很严厉的制裁。那我希望警政署可以上诉到底，然后还给学长一个公道。马车合议庭判被告无期徒刑的嘉义地检署表示，针对法官干那以鉴定的报告就判伊无罪，无重视其他的证据是感觉真遗憾，嘛会继续提起上诉。因为姓郑的被告也无法度纳50万的交保金，因为安尼还阁压伫咧看守所，地检署嘛伫咧下晡提起控告。记者综合报道。台视铁路警察的凶手去互法院认定讲有精神障碍，该判无罪。不过有法界人士主张讲未当完全无罪。另外，伫咧医界也有专家讲，安尼判决会互人烦恼，而且说落来治疗甲定期评估也是真重要的。精神障碍者犯杀人案的判决结果，拢引起社会注意。北投女童挂后案凶手龚长安，趁小灯泡凶手王景玉，台中一区诊所杜氏欺负医所的姓罗查甫人，拢被认定得到视觉失调，被判无期徒刑。早犯下铁路杀警案的姓陈查甫人，因为被认定犯案的时阵视觉失调症并发，被判无罪。在社会一片议论的声音当中，法务部长蔡清祥伊讲出答话。杀己行为啊，是天地不容的，国人呐也无法原谅。我们会启动社会安全网，很快的来让相关的人士啊，来密切注意他的行踪。
因为宪法第19条规定，行为人下手的时阵，因为精神障碍或者是心智缺陷，袂当辨识其行为违法，就免罚。所以这几年真济杀人案件被告精神鉴定结果，拢是法庭上公放关键。法界时出现检讨刑度成刑，我做检察官律师主张，无法无等于是无罪，所以应该亲像美国伫杀人罪上，依据各种的样态，建立不同款的刑度区分。法条是写说不罚嘛，那不罚不代表说就是直接判他无罪。我们目前的杀人罪的规定太过粗糙，没有针对各种的情况去做一个分级的处理。精神鉴定报告是不是对应重视还原被告犯案时的精神状态？以所承认只能尽量逼近当时的情形，爱100%还原，也是有一定的难度。所以第15人判决结果也是让人真烦恼。这样子一个判决，其实我们还是担心的，因为没有交代后续的细节到底怎么办，多久要定期的评估。我们比较在意的是，治疗等到它稳定之后，要怎么样让大家放心说 ，OK， 他应该没事了。不过，医生强调，为临床角度，更较在意的是后续治疗，甲是不是有定期评估，甲回归社会了后的追踪。而且这不只是精神科医师的责任，也需要司法界斗阵配合甲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在今日举行武汉肺炎的关节演练，不过外界也质疑讲市政府的动作太过慢。另外发生火灾的智慧 KTV， 今日又过一个患者救无回来，到今已经有6个人死亡啊！而且也有员工出来也讲，本地2月19要暂停营业进行施工，说伫2月改做即时施工暗时营业。针对到这个火灾事件，市长郭文德也强调讲，会找政风处来成立专案小组，针对两员的事实进行调查。防止境外移入，台北市举行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扩大管制并期推演，市长郭文德亲自指挥。也毋过，台湾连续5天出现零确诊，台北市今嘛才推演防疫期上班。工程演习就不用，但是在我们计划书要写好，那引用那个李总统讲的18番的这个剧本要写好。毋但并推避即期上班，前几林总店大火造成5死，1名受伤的查甫人从叶克膜急救几啊天，3查宣告死亡，2则落死。火警也消除案件欠点，消防局检核被积极放水，22客闸无包含5大消防设备，13楼也只用20分钟就查完。郭文德表示，前季前20摆检查拢合格，即摆独是检查6间店有4间停业，代表过去消防检查只是应付，会成立专小组加入政风处调查。我相信台北市的公务员还是全团最优秀的，我没有很有效率、很有效果的检查，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当然，我不认为说什么人为的弊端啊，常常就是那种系统不好用。郭文德也坦白讲，前季大火也毒品业者动态回归，也有前季受伤员工朋友也了。林总店2月19要提议暂停营业做电梯施工，传出后居然驳回，25维持24施工暗时营业。到时候可能不营业嘛，所以到其他店去支援。对啊，以免说就是让你们没有班可以上，可是起码你可以到其他店去上班。对啊，可是，在25号却取消了这个计划。其实。是有资料可以查证的啦。因为听说好像本来林森店啊，它本来好像有说施工这部分要移到南京店，后来为什么？为了避免消防法规定业者违规时无法照，只会当限期改善。北市府虽然改用下令停业，也毋过严是长久的做法。国民党团提出想法，消防设备有严重违规，毋免先开款单，就会当直接开罚。甲对消防案件部分加重罚则，由今麦3万提悬到上悬50万罚款。记者综合报道。外交部在今日证实，台湾驻法国代表处有一位职员去治疗武汉肺炎。目前，这位职员当日在家隔离，也已经无出现任何症头，也就要经过在地医生专业判断了后，才当登去上班。外交部表示，这位职员以及做伙上班的同事，拢已经在家进行隔离14天。代表处也全面进行消毒。代表处目前依然有提供服务，若准代表处个人治病，外交部就可能先把代表处的柜台关起来。在今仔日又果是零确诊了，是连续5天无出现确诊病例。疫情指挥中心在今仔日也宣布讲，启动防疫新生活活动，伫咧户外活动甲食食的部分，也鼓励民众爱继续防疫，也会当放轻松享受生活。跟总统报告，跟我们的人民报告哈，我们总共有5个0了哈。
迎接50新纪录，指挥官陈时中甲疫情指挥中心团队替总统蔡英文送的50杯罐，庆祝国内武汉肺炎疫情已经连续5天无新增病例，18天无本土个案出现。整个社区里面的一个传播的可能性，大型的传播性已经降到最低。好，但是怎么样再用个人的防线建立好来，把这样的可能性减到最少最少。指挥中心表示，国内确诊个案维持伫419人，6人死亡，312人已经出院。为了让民众慢慢回归正常生活，指挥中心也启动防疫新生活运动，希望民众继续落实骨力洗手、挂嘴罨，保持社交距离，这个人防线，未来慢慢开放相关的活动。大概会从比较那个体育的活动，或者文化。好，那更重要一个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个，就是我们大家一个餐饮的文化。国内疫情缓和，美国上新研究也传来好消息，用来治疗武汉肺炎的抗病毒药物瑞德西韦，初步临床试验有袂歹的效果。指挥中心表示，台湾因为确诊个案真少，只有10名患者进入美国大型临床试验，目前无发现严重副作用，而且愈早用药啊，治疗效果愈好。在重症的病人里面，有分别是用5天治疗或10天治疗的2种模式。那可以看到，5天治疗跟10天治疗的结果是差不多的哈。那没有说越长的天数效果更好。指挥中心提醒5.1连假民众食饭出外机会变多，大家应选择有价帮或者是提供套餐的店家，享受美食，让民众落实防疫，也轻松享受生活。记者综合报道。交通部所推出的1968 App， 外界也偏向讲准确度甲标准有问题。交通部也承认中华电信的计算标准无够周全，新的版本也会做调整。另外，新版本也会增加防疫说明，若准时甲民众提醒景点，会随时做调整。趁着好天气来到巴沙动物园的民众袂少，巴沙动物园伫改版后的1968 App 也为第2景点人数及时显示地点，下昼显示青色，人数正常。也毋过因为准确度引起争议，中华电视当咧调整，警示灯号一度出现全台景点拢青色状态。交通部表示，目前 App 改版中，新增的人数警示防疫说明，青色是正常，爱保持社交距离；黄色是人较济，建议挂嘴罨；红色是人真可以全程挂嘴罨。灯号的显示的话，我们是以民众比较能够简易判断的作为防疫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了哈。那包括在绿灯的时候，你就可以保持一般的社交距离哈。那在人潮多的时候是建议戴口罩。另外，显示景点到底要安怎筛选？正义表示是各部会汇报过去3个月热门景点，佮结合中华电信大数据检出来。也毋过第1版本无考虑到景点范围问题，地区像乌山头水库、新竹动物园、花莲、东大门夜市，人数甲实际状况拢有落差。目前要求中华电信将依照假日人数设定景点底限值，符合实际状况。这个交通部跟这个中华电信以及行政治安处的团队，我们共同研议过之后，昨天做过探讨，把这些参考值的设定已经做过调整了。那针对于部分热点，它的人潮数跟它的承载数差异太多的，我们也会去检讨，必要的时候我们会予以剔除。今日交通部长林佳龙表示，第2景点可能会阁增加，目前第2个景点数下修是218个热点。交通部强调，滚动检讨可能看情况增加，也不排除会阁提调。微调后完成测试，更新版将伫5月初1完整上线。记者综合报道。针对5月初1连续假期的人数，新北市政府家己有推出警示工具，号做人潮仪表板，强调监控80大民众会聚集的所在，也强调监控的地点凭交通部1968 App 更较济，而且是由人员做监控，凭1968更较准。目前有5个车子在排队哈，然后西岸目前也是车位已满。工作人员进行最后的测试，新北市5月初1启动人数仪表板，由警区保全汇报人数专人会诊，将辖区内80处景点分为停车场管制、无建前往禁止进入3个等级。显示伫新北市观光旅游局网页面册 App 和民众查询。我们的显示方式是比较，就是我们很直接性的告诉民众说，我们现在的管制是什么。就是针对园区管制，我们不需要民众就是另外再去判断说，我到底该不该去，他可能会有点犹豫。新北市政府也针对热门景点像渔人码头、句号渔港提供停车场直布，民众出门前都会当先看车流。
另外，无信到中央人数警示 App 的，也阁有顶摆清明连假游客人数减少的，台南市政府推出拍卡活动，只要民众有去交通部1968 App 列入的29处景点，上传挂翠暗的拍卡相片都会当换奖品。那我们来这边还可以拿到免费送那个郑成功的洋芋片。反正中央已经说过，会好好把这个部分滚动式检讨，我们要尊重他们。另外，高雄市政府也表示，被高公桥设置人数警示点的凤山青年夜市，其实已经稍早搬到坚定凯旋路，也改名凯旋青年夜市。对景点表示有错误，交通部表示，若受到地方政府反映，拢会来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对着阮的镜头来看在地上大条，讲到5月初1劳动节的连续假期就特别来咯。高铁这回是加开6节车班，而且是对今日下晡5点过后，真侪往人的车班拢已经客满。在台铁的部分，在今日下晡2点过后，到明仔中昼往东部的车班也拢全部客满咯。清洁人员喷酒精消毒，搁再用倒步切。旅客上定量使用的卖票机加出入便门。平均2点钟消毒一遍，这是台湾高铁的防疫清洁消毒作业。我们不定时的在这车站里面一直在巡视，如果有一点的污点，我们就把它擦拭。我们就是保持这里地上的干净以及清洁。5月连假就要到啊！高铁总共加开60班次列车，总共提供769班次的旅运服务。为了要降低旅客感染的风险，自这么开始到5月初3，所有车次拢实施专车对合作。南港站的话，大概是5点多之后就会有客满的班次，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座位。那因为现在开始一直到5月3号都是全车对号座。因应廉价代替是调整票务系统的配座形式，采取高差色配座方式卖票。那一个人坐车，我行到的位是最后才卖。要过若是2个人以上坐车，也是卖隔壁位。台铁局讲，除了拜四到一个拜五到往台东，一个收假迄天过到了往高雄列车拢无位啊，其他时段拢一个有位。每个人都保持就是好的一个社交安全距离的话，就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是比较好的。因为他现在规定是说，网络订的话是会设定成梅花座，但是现场买的话就可以再去买剩下非梅花座的位置，所以就是同仁会觉得说，那实际上可能如果都满的话，那也是一样，没有什么效果。台铁局讲，目前已经伫37个站装47台红外线热显像机，各车站的旅客密集接触的区域加设备提升到每2点钟消毒一遍，涂骹加空间的喷消毒剂也变做1礼拜一遍，为防疫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台南永康有一间水암工厂，甲2条生产线所生产出来水암交互政府以外，佮偷藏1条生产线，甲生产出来水암用1袋13块的价销伫网络顶头卖。这2个月恐怕赚的乌心钱已经有上千万。调查局也已经查到位咯，一个细楼的负责人也着爱食官司。2020 4月20日，南基组调查人员入去台南永康这间翠暗工厂内底，因偷偷出货要卖翠暗已经装修装好啊，拢总有110万片。加开了后，内底有外色团，拢总有4元。最外层装水层，所以它是4层的。根据调查，这间伫咧台南永康的翠暗工厂有2条生产线，供应予政府征收的翠暗。家己煞偷偷留1条生产线，生产活性炭的医疗翠暗，以1个13块的价销伫咧网络顶卖。未经卫福部核准许可的产线所制造生产出来的口罩，可是他们把它打上了另外一条生产线是经过卫福部核准许可的那个许可证号，所以它的整个标示都是有问题的。细楼的负责人经过征询了后，以30万块来交保。伊经营的店面嘛，因为安尼甲铁门救落来，大暂停营业的告示。等到是厝边，认为疫情的期间，还阁偷偷卖翠暗，反应是无共款。他们私底下没有在卖啦，他不卖我们呢。我跟他很好，他也不卖我呢。因为他们会卖那个老板小型工厂那一种。业者因为小贪，想要趁这乌心钱，煞来违法。根据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条例第12条，防疫物资乌白牙关价销，会当处5年以下，而且罚500万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
伫咧台中的阿弟饭店，在3月底收起来。港集团的台南大益丽地酒店在今日发出公告，讲伫6月底要结束营运。台南市劳工局也表示讲，业者在今日已经互因大量解雇计划书，受影响的劳工大约有251人。 因为他没有工会，所以我们要改革港评务筹组自治会，这样选出他的代表，还有他的跟资方的对应窗口要出来，这样大家能够在谋取大家共识的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劳工权益的重点。台南市劳工局表示，后礼拜一会派人去大益丽地酒店了解，也会根据劳动相关法令甲就业辅导提供因协助，也会出席头一摆劳资协商会议。 虽然租予因所在的国泰人寿愿意协助甲租金来降低，协助因渡过难关，不过经过思考，酒店方面也决定伫6月底要全部收起来。根据着民间团体调查，有44%的少年劳工伫这批疫情当中，互人减班去啊，甚至是减少薪水。不过，这个问题上较严重的所在是伫头家拢无甲这寡的劳工，一寡少年囡仔来投保，还一寡少年家仔拢无法度申请纾困方案。另外，政府的纾困方案对一寡社会福利团体来讲，可能是无啥物款的帮助。 真认真、阁真专心的表情，头毛店的员工当伫咧替人客服务。根据民间团体的调查显示，有44%的青少年受到这波疫情的影响，其中有1/4逢减班、工时变少，另外是薪水减少，也阁有风险无薪假。 冲击最大的族群就是大专以上青年，还有初入社会的新鲜人。另外，在工作场域上面，大概有3个场域，一个就是餐饮服务业，还有一个是观光民宿业，还有一个就是柜台零售业。 除了劳工的权益可能受到影响，有不少社福团体嘛受到疫情的冲击。今年的1月到4月，募款变甲更加困难，烦恼讲会影响到未来经营甲服务。有团体认为，虽然政府针对疫情的冲击有提供员工薪水甲周转金的价利贷款，不过社福团体讲帮助真有限。我们发觉政府有很多德政，但是我们第一个看不懂，第二个我们也期待有属于这种非营利组织的这个起止奖机构的一个纾困的帮助。短期的周转金的贷款以及这些贷款的利息，但本金还是这些社福机构日后还是得还哈，所以对这些社福机构来讲，这是还蛮沉重的后顾之忧啦哈。 武汉肺炎的疫情已经滚加3个多月，互产业面临着真大的冲击。要安怎才会当帮助这个团体来渡过难关？后手纾困政策的推动，会是真大的关键。记者综合报道。 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中国官方也讲，因的疫情当日稳定。北京市也搁再宣布讲，对较无风险的所在来北京出差的人，以及着到北京的人，无需要隔24天，而且也甲防疫的等级对1级降到2级。国家也伫咧传言讲，可能是政协甲人民大会确定5月底要伫北京举行有关系。 北京市29甲疫情回应机制调降做2级，出现抢机票的现象，订票的人半点钟就增加15倍，集中伫咧北京、成都、重庆、上海、杭州、中山等5条航线。深圳、厦门、三亚嘛正做热门的所在，原本敢若爱1节的机票，嘛红扫了了。往年的一些热门航线也出现了1到2折左右的优惠。 以4月26号公布的机票价格为例，4月28号到5月2号，北京到广州机票最低只有228元。北京宣布为低风险的地区去北京出差，也有登去北京的人员，唔免阁居家隔离14天，而且甲防疫应急响应调降做2级，要来做全中国唯一一个高风险地区的调用区，嘛宣布调降做低风险。外界解读，甲中国两会会伫5月21日调开有关系。国内低风险地区的进京、出差返京人员，不再要求居家隔离观察14天。正在居家集中观察的，可以解除观察。 中国官方媒体并无说明两会开会的形式，不过外国媒体认为，中国这个行为是咧甲人民保证疫情已经结束，尤其是两会关系到未来1年中国对台湾政策的走向，加上时间点拄好伫蔡总统5日控就职了后举行，受到大家的关心。国政协主席汪洋指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的特殊背景下召开全国两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做出的重大决定。
中国讲疫情已经稳定，官方公布2951日新增加确诊的病例4例，全部拢是境外移入。不过乌龙江省疫情还是失去控制，烦恼5一连假疫情会拓开。风景区已经用注文的方式，而且禁止旅行社包车，甲下城市的旅游避免群聚。境外输入现有确诊病例为35天来最低，累计已有近2/3患者治愈出院。北京故宫嘛，伫咧5月初1要重新开馆，才一暗尔，25000张的门票随拢卖了，嘛互外界烦恼讲5一连假恐惊会加速中国防疫的空棚。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咱来关心美国。美国是目前疫情上界严重的国家，因为总统川普也互骂讲防疫无尽心。不过，伊伫29也表示讲，中国压克疫情是为着要互伊连连失败。这几日去互中国攻击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也坚持讲爱追究疫情源头。另外，提出国际独立调查的澳洲也去互中国骂讲，这是在做政治操作。美国感染人数破100万，超过6万人死亡，常常被指责防疫不力的总统川普接受访问时表示，相信北京当局是想要借疫情，互伊11月连任失败，互伊败选，才能减轻贸易战甲其他压力。虽然被中国央视连续真侪天批评各类4大罪评論，不過國務卿蓬佩奧堅持對疫情源頭要追究到底。There are multiple labs that are continuing to conduct work, we think, on contagious pathogens inside of China today, and we don't know if they are operating at a level of security to prevent this from happening again. Remember, this isn't the first time that we've had a virus come out of China. 澳洲总理莫里森29为提出独立调查疫情要求辩护，表示绝对合理，也不是针对中国。World would want to have an independent assessment of how this all occurred, so we can learn the lessons and prevent it from happening again. 澳大利亚方面提议的所谓独立调查，实际上是在搞政治操弄，干扰国际疫情防控合作，不得人心。在中国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野生动物失货市场。面对国际社会追究责任的声音，要求赔偿，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陆玉成28接受美国国家广播公司 NBC 访问时表示，赔偿无依据，中国也反对有做推定式的国际调查，佮拒绝伫无任何证据的情形之下，将中国当作证据。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卫生单位当咧做一项世界性的临床实验，伊也发觉讲对抗病毒药啊瑞德西韦，当加武汉肺炎患者的康复期对15天缩短到11天。美国总统 Trump 伫29也表示讲，伊希望食药局赶紧批准予瑞德西韦上市。美国传染病专家安东尼·福斯博士29伫咧白宫表示，为2月1日开始，国家过敏传染病研究所对全球1063个住院的新冠病毒患者做药的临床试验，显示美国药厂吉利亚公司研发实验性的抗病毒的药瑞德西韦，希望会当甲新冠病毒患者复原的期间，为原本的15天缩短到11天。The data shows that remdesivir has a clear-cut,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in diminishing the time to recovery. This is really quite important for a number of reasons, and I'll give you the data. It's highly significant. 为中国武汉拖到全世界的新冠病毒，半年以来也无药通用。福斯博士指出，实验的结果显示瑞德西韦会当阻挡病毒，替患者带来希望。不过对死亡率的影响也是无明显。接受瑞德西韦迄组的死亡率是8%，食安慰剂的对照组是11.6%。这款的差别，若是为科学的角度来看，意义是并无大。This drug happens to be blocking a enzyme that the virus uses. And that's an RNA polymerase. But there are a lot of other enzymes that the virus uses that are now going to be targets for this. This will be the standard of care. 研究人员要需要查清楚受惠对象的范围。这个药是互原本要好的人更较紧好，也是会当互患者唔免带入去加护病房。这个药是用伫少年人，也是老大人的效果较好。若同一个时间有其他症头的人，敢会有无同款的影响？另外，敢有需要伫咧病毒的数量达到高峰的进程就成食咧。假使讲瑞德西韦会当降低加护病房重症患者的数量，也若安尼保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就会当放零。这个消息为经济层面来看起来是真有帮助。美国国市到亚洲国市全部拢走悬收红。记者综合报道。
接落来，咱来看日本。日本全国是进入紧急状态，缩长着黄金周的假期。民众甲业者拢伫防疫措施内面，找一寡生活趣味，就让家己处理当作是露营区，要做出讲用新的表演方式伫网络直播互民众看。布棚顶悬挂电火珠啊，桌顶也有真细派的灯火，互人享受这种真难得的露营时光。不过镜头有远一看，其实是伫厝顶所在的布棚，互囡仔是真欢喜。めちゃめちゃ興奮しています。すごい。受紧急状态影响，政府要求民众减少出外时间，互部分民众决定改造生活方式，体验无同款的居家生活。日々同じ生活を繰り返していると、なかなかストレスも溜まってしまうと思うので、ちょっと違う、普段の食事をちょっとじゃあキャンプっぽいご飯にしてみるとか、お子さんにとってはなかなかない経験だとかけがえのない経験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なと思ってます。除了伫厝露营，福建县是温泉旅馆提供居民将温泉水买回去，伫厝内底享受用温泉水洗身躯的乐趣。伫一片防疫消毒双手的声音当中，也有机关研究人员改造消毒酒精台造型，互民众免用手去碰酒精管啊，只用脚落下开机关，就会自动喷酒精。另外，也有伫怀滨关门中的水族馆，伫训练之下，护士员甲海底，伫10年来毋捌伫现场表演当中挑战的演出，各录影片，互观众来欣赏。高さ、タイミング、完璧なクロスロケットジャンプでした。未少个人因为烦恼人潮聚集，禁止民众到果园体验采果乐趣。有个人就翕家己满水果甲满水果机械影片，佮将满热水果包装好了后，改由网络去卖，减少疫情造成的损失。记者综合报道。已经消失几多天的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人究竟是走去倒位呢？咱的国安局长胡国正透早伫立法院也表示讲，根据证据，伊知影金正恩目前正在破病。另外，中国的政协会议加人民大会决定伫5月底要来举行。胡国正也讲，中国的伫会议结束了后，也搁再向台湾施压。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消息公开场合几啊天，关心破病成为受惠人的消息不断。调查立委关注，敢是可能影响东北亚政局？国安局长胡国正表示，有掌握消息，也证实金正恩有病。就你们了解金正恩身体健康吗？这总可以讲了吧？他有病啊，才会去动。所以好，所以很简单，所以局长讲的第一个重要消息，确实是生病了。对，只是生的病严重到什么地步？对，这就是重点就对了。好。胡国正无加做说明，强调这是经济公开的情报推算出来，不是个人意见。目前周边的国家也无出现大规模军事调动，对于近来中国伫南海出现军事冲突，美军也派舰艇到南海，咱国敢有应对措施？胡国正也表示会检讨太平岛的兵力。太平岛那边那个兵力啊，是海巡大概有200多人啊，他的武器装备，我以前我在国务服务的时候知道有一些。这个有没有因为最近的事件而更为加强？国防部会检讨，应该会调整的。中国近来唔但一直有军事动作，也对外宣告疫情落落来。年内政协2会，搁较要伫5月下旬召开。胡国正也研判2会了后，中国对外将有无同的动作，将对咱涉国工作，包括邦交高等进行施压，甚至采取军事恐吓，到时阵拢会对咱造成压力。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上海东方卫视内面有一个台湾人记者，或者张经基，互立委会认定讲违反两岸条例当中的国人袂当做中国党政军职务的规定。经过调查，包括张经基在内，这3年外有86人涉嫌违反伫中国任职。立委会也决定讲对其中的37人处罚。伫美国白宫的记者会，记者张经基对美国总统川普讲，伊是为台湾来的，引发两岸的讨论。不过，立委会认为，伊伫中国官方媒体上海东方卫视伫咧食头路。按两岸条例的规定，台湾人袂当做中国党政军的职务，或者是伫政治性机关做工课，违反的人上当会当罚50万的罚金。主管机关是由通传会来处理哈，那么我相信他们会对相关的这个事项做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通盘的了解。那么第二个是说有
有关于他的报道的这个内容，我想会是在整个的查处的这个里面做考量。陆委会表示，包括张经基在内，3年来有86个人涉嫌违法伫咧中国食头路。进前经过主管机关的调查甲处理，陆委会已经对37个人裁罚。目前事实上裁罚的已经开罚的有37人。那么此外呢，我们也有这个86个人正在这个了解查处之中。捌伫咧中国媒体做记者的财经专家吴彩萍，伊表示，进前伊伫咧中国食头路的财经杂志报党委会组织，不过中国其他的官方媒体普遍拢有涉党委会，那伫咧相关的机关食头路情形就较复杂。这些在党政军机构工作的情况本来就比较复杂，譬如说他的最高层老板就是共产党员，然后他可以直接问你，他想要知道什么消息，他就可以请你去问什么消息。那其实很有可能你就是间接过了一手，变成人家刺探消息的这个来源，这是非常有可能的。遐那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请台湾人做台北特约的记者，陆委会表示会会同相关的机关进一步了解。各台办是回应陆委会以违法的方式，甲威胁亚权、甲绿色的恐怖，会阻碍着两岸的交流。因也是支持台湾的青年去中国来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消转会搁再公布一份机密资料，是警总监听记录，这也是有关着陈文成命案的线索，头摆对外公开。内容记录着民国68年，来做美丽岛杂志总经理施明德有接到陈先生对美国卡来捐款电话，后来情报单位遇到要追查陈先生，就是台大教授陈文成，才来进行监控的。施明德在今日也证实讲，确实有接到这通电话。这个资料叫彩虹资料，那这个彩虹资料是在威权统治时期，警总对于人民进行监听。消转会公布的被注明为极机密的采访资料，根据警总的监听内容，民国68年9月30日，美国的担保卡国际电话予施明德，决定逐个月募资$1500美金予美丽岛杂志。当时情报单位也阁唔知影担保就是陈文成。后来根据陈文成甲张人爱电话内容，认定陈文成属于叛国分子。伊当时迄通国际电话都是被锁定的，还是？这个电话号码被监听的起点。那至于警总是不是有从别的管道开始去监控陈文成？从警总对于陈文成约谈的录音译文来看的话，我认为答案是有的。伫案发1年多以前，警总就透过电话监听定上陈文成，也透过这个方式，知影陈文成即将要伫70年5月回来台湾，所以就部署对伊甲伊的家庭更加严密的监控措施。施明德也证实有这通电话，不过迄当时伊唔知影捐款的就是陈文成。后来知影已死的消息，也绝食1个月为伊相还。汪敬习警总，他就讲说陈文成命案呢，他跟是那个勾结，那我才说跟我有关系，然后我就想起来，这个人就是那个打电话跟我的人呐。整个案情，我就认为说，那这是一个孽质，绝对不会是自杀。施明德更加气愤的表示，当时国民党讲陈文成被警总约谈13点钟了后，由警总送回去，陈文成竟然无回去，而是直接去找住伫附近的朋友郑维祥。不过这款的讲法不可信。施明德批评郑维祥是做假证，希望伊即卖会当良心发现，讲出事实。消转会有关陈文成命案报告已经完稿，将会得期公布。记者综合报道。主计总处在今日公布第一季 GDP 是1.54%，比前月所预测的调降0.26个百分点，这是16季以来上届低数字。主计总处表示，是因为受到疫情影响，个人减少出国消费加旅游的活动。武汉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经济活动也暂停。主计总处公布，今年第一季 GDP 是1.54%，比前月预测下修0.26个百分点，近16季上低。那主要原因就是民间消费不如预期，因为全球做那个管控嘛，所以整个出国的人次跟来台的人次都大幅的缩减，都大概跌了大概50%以上，所以基本上会整个把服务的输出率很大幅度的拉下来。主计总处表示，受疫情影响，减少出国消费甲受限旅游活动，国内第一季的经济冲击主要伫民间消费，不过因为消费模式改变，在经济流行。
至少有较大效果。所以整体来讲，商品类消费影响较细，服务类是冲击较明显。另外，劳动部的劳工纾困贷款10万块方案，30开始到中昼为止，将近27000家申办。用最简易的方式，信任劳工朋友，在这段期间需要一些小额的周转金。那届时如果人数超过我们的预期那政委在2天前也指示的，有必要我们就加开额度让劳工朋友得到纾困。根据劳动部初步估算，到30银行结束服务，有5班劳工申办，行政院下礼拜会去观察是毋是有增加的必要。佮强调纾困贷款下发了后，也是爱按月还钱。记者综合报道。公司台记台第一新闻，今仔日要带观众朋友来看疫情专题是台湾的海运业。受到疫情的影响，全世界货柜船对2月开始拢减少船只啊。台湾伫咧国际供应链当中担做一个重要角色。若准是无法度流通，就都无法度来转接。咱上届希望的就是疫情赶紧来结束。大船入港，半自动化的大型天车排几排，下开拖车来来往往，无盈利装卸货柜。台湾无亲像世界各国受到疫情影响，锁国封港，不过也是面对全球生产重点，船运大幅度减班的考验。台湾第3大港，世界排名第100名的台北港码头，2020第1季的作业量比去年同一个时阵减少6%。台北港货柜码头公司的总经理林金兴表示，第2季会落个较济。目前对船公司客户减收费用，希望强度难关。规条国际贸易的供应链，为船运、码头、仓库到运输，全部拢受到冲击。航运来讲，我整的这一条供应链几乎是等于是断裂。为什么？因为区域的这些沉积的这些物流，它封锁了。那因为它需求变少，出口甚至是我的进口都深受影响。原料无法度入来的新品出袂去，疫情期间内需的消费嘛降低，进出口的厂商拢取消订单，也是延期。内陆的货柜场伫结关的时阵，应该是上无用的。报关的柜台刷冷清清，低高价目停咧边啊。外口的空货柜吨干那线有6站关，可见货物的流通拢冻点。中央货柜总经理陈天才表示，伊做船务40吨，即便疫情的冲击是伊毋捌看过的。是2月份开始疫情开始，阮就开始影响，收入减起来，因为你量减，收入就减起来。量若减30%，收入嘛减头30%，因素啦吼，因素嘛减30%起来。陈天才指出，目前已增加员工的训练，轮流休假来度小月。若是疫情到7、8月也未结束，政府阁无出手斗3工，恐惊会经营袂落去。汽车货柜运输的同业工会秘书长李兆光表示，拖车司机无货通拖，嘛面对减班休困的困境。国际贸易的供应链第2季恐惊伊会跋到谷底，业者毋望政府纾困，可以当挡甲疫情过去，经济反弹回升的时阵。记者尤以真张玉水新北报道。国立体育大学甲阳明大学做伙有合作一个运动员的防疫期间的监控系统。若准选手伫咧隔离或者是检疫时阵，教练会当掌握运动选手的心跳、甲体温等等的数据，加做训练调整的根据。台湾羽球一届地主性3月中伫全英公开赛得到冠军，等下台湾了后进行骨骼检验。伊伫 IG 讲，逐工困到中昼，无练习正常食，检疫期满5星防守也变1星。伊的话也无算讲算笑，因国内外研究拢指出，运动员14天无训练，筋膜会揪起，筋膜量甲耐力拢会下降。任何一个运动，它都需要用力量去维持它的技术。你没有力量的话，其实你想得到，你都做不到你想要的动作。协助选手伫隔离或者是检疫时阵，又愿用维持基本的纪律甲营养。国立体大甲阳明大学合作，整体检测选手体能、活动量、免疫力，提供饮食甲专业建议的服务伫同齐平台。教练透过视讯录影掌握选手的情形。
我可以去看 App 上的心跳啦，或者他的疲劳指数有达到怎么样，再去安排他的课程，也在透过手机就可以了解选手。自己在练习的时候，有时候有些人没有看的话，是不是有些选手就可能会偷懒？但是有这套系统的话，可以保持住训练的品质。台湾疫情转好，不过各国疫情依然严重，因为东京奥运延后一年，两个学校拢认为，若是用协助教练善用系统，尤其是重点独白项目，台湾选手会更加有优势。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受到疫情影响，唔但人甲人之间的生活就已经改变，连一寡食物件的习惯也对你改变。咱做回来了解看卖。俄罗斯的首都莫斯科当咧实施严格的居家限制，民众敢若会当去附近买食的物件，或者是叫外送。有业者甲煮熟的料理放入去透明的玻璃罐啊，外送或者是线卖拢真方便，拍开就会当随食，真受欢迎。一顿2人份的价小差不多台票150块起跳，口味真侪种，真紧就累积袂少的人客。目前12个总铺已经强要无够用，业者按算趁这个机会，搁加开一个灶卡，嘛认为讲疫情过了后，需求也是袂少。芝麻零食是比利时招牌的料理，就算伫咧防疫封城的期间，芝麻零食的店也是会当营业。比利时嘛是马铃薯加工品上大出口的国家，一年生产530万吨。不过防疫期间全球的经济无好，餐饮甲咖啡店停业，马铃薯加工品的需求减8成。业者呼吁民众会当加食马铃薯，帮助农民甲产业。It's intangible heritage stuff, our fry culture. So we ask the Belgians to consume an extra portion of fries now to allow us to process more potatoes and to avoid food waste. 疫情真严重的新加坡嘛，当咧实施封锁。美食广场内底有一个打位的业者，刷了钱咧营业。这个28岁的蔡先生，分数有赤字，进前嘛是咧拍拳的选手，一天会当卖1-20份的饭菜，薪水要趁无，就为4月初开始，替家友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人提供免费的饭菜。As long as we don't die, so that we can survive, we are still trying to give back because it's a hard period for everyone. 美国总统川普28表示，会动用各项生产法，把肉品加工厂指定做关键基础设施，确保疫情期间袂欠肉。过当天，密西根州的大卖场嘛出现买物件的人阵。伊利诺州卖肉的业者表示，疫情期间生产的成本压悬真济，真有可能会转为消费者遐去。最近线卖价格会阁继续压悬。记者综合报道。唔知恁敢知影，今仔日就是国际卖拍今仔日。不过，伫咧新北市调机关接到民众真情，讲一个伫偏乡学校的学生，因为有情绪障碍，却互辅导室的主任家起骹动手，上无有拍3摆。教育部表示讲，目前正咧调查。监视器翕到穿着蓝色顶冠衫的查甫学生，被逼甲用手缀着伊的人是学校的辅导室主任，边仔徛着的是学生的班导师。查甫学生想要离开，却被主任揪掉的，还佫互带来揪着。主任刷落来，佫用手后翘拄着查甫囡仔脑后。新北市议员潘家云接电真情，讲囡仔伫学校互暴力对待，伊讲做母亲的看到这款的影片真唔甘。有孩子的家长看到这样子的影片，都是不能够忍受自己的小孩，或者是任何一个孩子遭受这样子的暴力对待，有这样子对孩子暴力的行为，是不配为人师表。查甫学生的母亲是新住民，单亲请养囡仔。对协助真情的人表示，囡仔也捌被当众扇嘴皮，至少有3摆的暴力对待。也毋过，甲学校反映却拢无消息。教育局表示，对不当管教零容忍，已经启动调查，那学校知情不报也会受罚。如果有不当的情事的时候，我们会请学校校方这边召开考核委员会，然后绝不宽待。为依法令通报的部分，我们会秉公处理，绝不宽待。这个学校是偏乡小校，学生的人数只有10几个。校长表示，听到这个消息时，感觉真意外，并且表示，这名辅导室主任到学校服务第2年，大部分拢是正面的评价，目前已经启动调查，主任也先停职。至于学校敢是知情不报，校长也表示需要1点仔时间厘清。记者综合报道。第61线的西滨公路彰化往北鹿港到新港的杨仔厝施行区间结束无到2个月，对民众质疑讲开罚单的准确性，警方查到到地也认定系统有问题，也因为设备伫3月初按起的这段时间所吸的3600罚单全部撤销。哦，你有没有给他超钱？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我们2个相差距离大概50至100左右而已。
就是这两个人点破西滨彰化段的区间测速出问题，两位骑机车人以行车记录器证明，同款时间通过区间测速路段只有后壁的批发。彰化警方证实系统出问题，原定4月7日以后所寄发的1379张罚单撤销，也毋过机器出问题，警方决定从3月7开始，此地3627张罚单全部取消。考量了这个民众的这个权利那也避免了这个民众来产生疑虑依照规定，这段9公里路段行驶时间袂当超过5分21秒。不过，彰化警方进一步了解，发现系统点样机自动对视的轮体异常，提示系统甲网络的时间出现误差，也造成违规相片时间资料错误，决定将罚单全部撤销。警方表示，厂商有检验合格证书，也经过检验合格才使用。那除了已经由这个厂商来完成修复之外呢？那接下来我们会进行由国家中山科学研究院来做一个第三方验证，都是由我们地方的县市政府负责这个维护以及使用目前台61线拢总有8处以区间测速执法，台中警方伫向上路6段的路架也有设置。台中市警局表示，台中系统的对视机制是以国家视频实验室的时间为准，目前各县市各厂商拢有使用，也无出错的记录。这款设备由辖区警方决定使用，个别进行采买。也不过学者表示，应该统整出检验的机制。自己认证，他会有那个裁判兼球员的状况，所以他要经过第三方认证。第二点的话，就是我是建议在验收的时候，那个使用者他们本身也要去测试一下。学者表示，区间测速用来测定一定距离的平均速率，也毋过机器的可靠度甲标准未当出错，应该定检验机制甲单位，确保执法的公正性。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屏东嘉东正任务遗址中，10多年前放弃真好的头路，登到故乡接受老爸任务园，也因为这任务的品质真正好，未前上市就已经有人注文啊。真细致，甲果子套头互开，采收树顶的莲雾，收落来的莲雾踏入着红花，摘起来脆个甜，而且个通过产销认证。屏东嘉东乡有志中讲种莲雾10多年啊，想起当初时伊甲银行证券分析师的工课辞掉，转来庄脚改道种莲雾，就拄着真大的考验。拄啊开始种的时阵，拄啊撞着爸水灾，水淹到莲雾顶啊，因开始整理啦，因为阮爸爸迄身体无好，我落来算接伊的来甲做就对啦。离开薪水真悬的银行界，接受爸爸的任务园，有志中决心脚踏实地，让果子树恢复生机。伊下真侪功夫，请教农改场的专家，压有机肥，骨力收叶啊，也分落花、催花、分散热果的风险，延长莲雾的收成期。为12月底一路会使采收到隔年的5月份。有志中也讲出，种出好食的莲雾有一个真重要的关键。切15拢有大老片，入来时这个所在就会。咸水，迄个因为大老片入来，迄种咸水嘛，就变成咸鱼啊！咸鱼的莲雾伊特别好食。因为土巴浸过咸水，种出来莲雾虽然看起来细甲粒仔囝，毋过甜分真悬。为着提升种植的技术，有志中即阵也报名农业大学，招朋友做会种，希望创造嘉东品牌，变外销，也互遮的嘉东莲雾名声烫四海。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南投草屯有一种兰花，就亲像狐狸母柳同款，而且有13种的色水形体拢无同。咱做伙来看卖。红色、白色、橘色，侪兰花规捧开甲有够水，而且阁有淡薄仔香味，非常的迷人。吸引外地游客为航路来到南投的草屯参观。很棒，一进来那个花香很吸引人，对，外形很美啊，对，而且它。花开得很丰盛，看起来很喜气。这兰花合作狐狸尾兰，花型烤了特别大瓣，色水花草吧真侪款，鸟形等等超过13种，这拢是桂英台30档以来所研究改良出来的。原生种咯，伫泰国是来足底的，所以颜色嘛无几种，但是第30年这中间我甲研发到有熊猫啦、黄金啦、绿色啦，伊的鱼啊是都2点红的，2撮红的，内底双种白的，所以熊猫第2代比第1代加均了10倍水。
制作人会为知影培养教育当开出这么水的花，爱2冬的时间。为因提讲，完成证虽然是为泰国来的，这兰花已经适应台湾的气候，只要水分、养分拢够有照温，这互你买兰就会逐冬拢开甲这么水。记者综合报道。年假要出国，明仔载气象，咱做伙来详细看。北部地区对20度到32度，中部地区对22度到33度，南部地区对22度到33度，东部地区对20度到29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9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的最后，带您来到德国看青羊道的牧场，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我讲哪开车哪开讲，我早就想好啊。哎呦，我300几条，凊彩减1条。我说文白音呐，香港的香真芳啊！哦，这等阮讲过500几条。真正的吗？系啊。哎，我想者无共款。我说文白音呐，香港的香真芳啊！跟咱共款的。每礼拜四、拜5暗时8点，欢迎收看公司第一台，会山会水会玲珑。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囡仔兄、囡仔姊上介意的放仔哥哥啦。咱人咧欢喜的时阵吼，拢会真自然就想要唱歌、跳舞。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囡仔唱的歌，囡仔歌。囡仔歌汉字写作囡仔歌。罗马字写作歌印印啊歌哇呱，印第2条啊第2条呱第1条。囡仔人天真搁活骨，对青春的世界真好闲，啥物物件拢想要了解，就会创作真侪自由、声韵活跳、搁趣味的歌谣。这款歌谣拢是囡仔家己创作。伫因的世界咧流传呢，真正是讲的、唱的拢好听。亲像囡仔咧耍放假的时，就会哪耍哪念。1放假，2放鸭，3分开，4烧塔，5打兴，6拍手，7围墙，8蒙片，9扣耳，10扣起。有一款囡仔歌内底是咧讲一个故事，像咧搬戏共款，有剧情，亲像西北雨滴滴落，一篮鱼要带某。这条西北河，甲咱人譬如做各种动物，大家甲这粒鱼斗相共，
完成伊的婚礼，亲像咱台湾人真善良，愿意甲人斗相共的精神。搁有点马甲，点着脚，叫阿爸坐伫脚，伫脚裤啊滚烂烂，摇开囡仔流水烂。这条点马甲嘛是咧讲一个囡仔去互点马甲黏着脚，煞因为看到阿爸爬转来伫脚，怎啊袂记哩疼？有一句俗语讲，囡仔人有耳无喙，意思就是讲囡仔人莫黑白问大人的代志，准做有听到，嘛袂使黑白传。溜囡仔歌，话骨，好闲。放假啊！囡仔人有耳无喙，头拄仔甲大家介绍真济囡仔歌，各位囡仔兄、囡仔姊会使学起来，唱互厝里的人听哦。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